啊，伫这个防疫的期间，居里的厝乡亲有想要养一只这个猫啊、狗啊来做伴无？高雄市动保处推出着宠物猫狗试饲的这个专案，乡亲会当透过专人小解，选出着你看介意的猫啊、甲狗啊。这个动保处会用专车甲咱送到厝，阁会当试饲14天。若是感觉讲环境啊，或者是有任何的因素无方便来领养，阁会当甲这个猫狗送互动保处。就是我们筛选。动物收容所内底四界拢是古水的狗啊，阁有另外一边古水的猫啊，拢用眼神来甲大家欢迎，阁有细只猫啊直直食饭。细只狗仔嘛拢真古锥，看到遮尔古锥的动物，拢互人想要甲因带转去。尤其疫情期间，袂少人拢想要饲宠物来陪伴。疫情期间，但是仍然有很多民众想要认养。高雄市动保处趁机会推出会使试饲猫仔、狗仔的专案，民众会使透过专人媒合来领养，而且会使试饲14天。民众其实这段时间主要就是他可以尝试跟这只动物培养感情，然后去了解说自己是不是可以当个好饲主。有兴趣的民众会使先到高雄市动保处的官网看猫仔、狗仔的相片，若是有介意，就会使和动保处联络，阁有专车送到厝内，而且嘛会先注小狗病疫苗和绑起来。那我们也有兽医师，如果民众有一些医疗上的疑问，也可以由兽医师来做回应。即马有真侪单身的人，嘛互全台湾有真侪人拢想要饲宠物。高雄市动保处透过这种试饲的方案，互想要饲阁烦恼无法度饲的人，会使无压力和猫仔、狗仔斗阵，嘛希望会使透过这种方式来增加领养率。